谢神，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邀请大家我们在神的面前，以渴慕的心，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敬拜我们圣洁全能的神。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心让圣灵掌权，这个地方有圣灵的掌权，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所以我们用上帝的话先来宣告。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5章第9节。我们用神的话在今天的聚会的开始一起来读。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在神的光明他的恩典当中，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要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有神的属性。但是我们人常常软弱，也因为这样我们亏欠了神，所以我们来透过诗篇25篇第9节、第7节，我们用神的话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我们一起来求你不要纪念我年幼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在这2段的经文，我们一起为着神给予我们所有一切，我们献上感谢，也因着天父天天的保守，他的恩典，他透过独生爱子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开口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一起开口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透过你的独生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成为光明之子，属于你的儿女。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恳求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今天晚上，让我们敞开心来仰望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全然在你面前单单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透过诗歌，我们再一次恳求圣灵亲自对你说话，跟我们的天父相遇。为我。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求上主的慈爱，使我们谦卑来到他面前，同声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着幸福小组荣耀的收割，这一些觉知的 best， 要受洗的 best， 还有我们13号、20号2场的名人福音布道，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从我为幸福小组荣耀的收割来祷告，从我们感谢你的带领，谢谢你在这当中来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从神里得到神你的恩典，我们为了觉知的被死的要受洗的被死，我们恭敬将他们养放在你的手上。哇，他们是你的百姓，当他们觉知要归于你的时候，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你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我们特别为了13日以及20号2场的名人的福音布道交托在主你的手上。天父上帝，求你透过这2场的主日布道，让我们的心再次柔软，让许多人听见你的福音，让你的百姓们能够更亲近渴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为着教会牧者团队还有长子同工富强人的合一祷告，特别为了身心灵软弱疾病住院的，在家静养的，我们开口一起，我们大声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大牧者，在教会里面的牧者同工、长子同工、区长、小组长，所有的干部、富强人，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小孩子到我们的长辈，我们都在神里面，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合一。你们将富强人交在你的手上，特别在我们的富强人当中，我们身心灵有软弱，我们有生病的、重病的、住院的，在家静养。神啊，你知道他们心的渴慕，你知道他们在经历困难的当中需要你的帮助。求主你亲自带领他们，求主你保守，求主你赐下医治的恩膏在他们当中，求主你让身心灵软弱的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忠心的主啊，求你医治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交托，感谢赞美你。上主啊，求帮助我们软弱困苦的心灵，赐下信心，使我们刚强，面对困境，突破艰难。我们将教会的牧者团队、长子同工、我们的区长、小组长、会长、主学提摩太祭奠所有富强人、弟兄姐妹们，在你里面，我们都因着你的爱合一。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属灵大家庭的爱，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将这些交在你的手上。最后，我们举起手来，我们来为台湾的平安，特别我们为了9大合一的选举、两岸的和平、我们的社会教育，还有媒体等等，我们台湾需要平安。我们求主自己来掌权，为了台湾的平安，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天父说，把我们台湾的平安、我们的国际、我们的地位，找两岸的和平来祷告。亲爱的主说，求你在这当中来做王掌权，找你世界的君王，请你来保守台湾这块土地，找我们这块土地需要你，找需要福音的兴起，找来让我们感谢赞美，谢谢赞美。睁开眼，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敬爱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请我也更深认识你。晨光领导，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里，一生渴望见到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领导，照亮全能上主，求你保守眷顾台湾的平安，带领台湾各层面能有你的能力。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求你的怜悯慈爱临到我们身上，直到永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为了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赞美你的慈爱。我们用信心在你面前唱出我们的赞美，也单单
来信靠你，仰望你，也因在你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也在你灵的能力当中，使我们再一次除去恶念，更在你里面，你的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因此得神的荣耀。天父上帝，你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捆锁，除去我们心中许许多多的苦毒障碍。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的爱是如此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要赞美你，因你是我的神，我们的主。我们要齐心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不强人每天的日子，每天的生活工作，每时刻都有神你的恩惠慈爱，有你的盼望跟随我们到所到之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脚步因你稳妥，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重新被建立。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进入11月份，那是我们幸福小组也是进入收割期，所以在我的感动当中，我想今天晚上邀请大家一起为着得人抢救灵魂来守望祷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7章第6节这么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扰乱天下可以做是颠覆世界，那就是保罗和西拉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区，这个教会，他们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讲道传扬福音。在他们在会堂的讲道传扬福音，许许多多人来认识接受这个福音，可是也让不信的犹太人他们的心里充满嫉妒，所以就招聚市井匪类来到耶稣的家，要捉拿保罗西拉。所以他们称保罗西拉是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如果我们渴望在福音的战场打一场美好的仗，那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圣名，大家齐心的守望祷告。祷告是我们的兵器，所以当我们祷告穿上属灵的军装，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得胜。同时在这个征战的过程，神的保守祝福也会让我们参与到。我期待我们富强人在祷告生活上，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我也期待在我们富强教会复兴祷告 RPG， 在各小组兄弟姐妹的心中，我们持续着继续来做这样子的复兴小组的祷告。我们更呼吁更多人来参与，使富强教会的祷告事工深深的扎根。祷告事工复兴，我们才能打胜战，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美好的属灵征战当中得胜。因为只有在祷告中，靠着圣灵的大能与恩典，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才能得上帝大大的恩典，不被撒旦攻击。同时教会的祷告才会被兴起，我们才能看到富强教会复兴。所以今天晚上牧师想要邀请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祷告，所有的祷告事工与我无关的态度，或是说你是一个观望者，或是你对这个事工
不冷不热，甚至于是沉睡中，我们要被唤醒，我们要一起警醒起来。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没被复兴，我们个人的生命不会被改变，家庭也不会被改变，教会更不会复兴。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所有的服事事工，我们就很难，不是说没有，我们会比较难看见神迹奇事发生在你我，在我们家庭，在教会上。所以今天邀请大家，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守望者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当我们愿意为属灵事工做征战的时候，撒旦就起来，甚至于他会趁着我们不注意、不小心的时候，他就趁虚而入，来攻击我们。所以今天我想借着几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哥林多后书的2章11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开口，请。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这里有提到，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不晓得这个意思就是无知识，或是说不了解。当我们不晓得、不了解，或是说在他的字根里面是说忽略，我们忽略了，我们不可不知道，我们不可忽略魔鬼撒旦的诡计。那诡计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想法，撒旦的想法，撒旦的诡计，他的计划，他的密谋以及他的设计等等，都是在这个诡计当中。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对经文了解更透彻。那就是不要对仇敌撒旦的计划、密谋或是诡计，他的设计想法一无所知。我们不可忽略，我们不可以不了解，因而这当中，在我们不可忽略、不了解的过程，神隐含着一个应许，那就是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这一些的诡计当中，神的心意是不要我们对撒旦的诡计一无所知。肯定神会揭发撒旦的诡计，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我们不了解撒旦的诡计，又会如何呢？撒旦当然是趁机来攻击，胜过我们。趁机的意思是拿走一部分，他会从我们身上拿走一部分。趁机的意思是侵占，趁机的意思是掠夺，还有欺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的解释说，他生长过去超过他能够做的，因生长过长而超越，超过去他要去抢夺，很有意思的一个解说。所以在这一些的一个解释里面，我们定义结合起来，我们对仇敌的想法与做法，就是他的计划谋略，他的事迹，不知道什么程度，不知道撒旦他的伎俩到什么程度，撒旦的抢掠，他的欺骗，他的侵占到什么程度，他就因为这样，他胜利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不知道什么程度的时候，撒旦就在这个不知道什么程度当中侵略了我们，他就得胜了。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思，到底撒旦大部分都会侵占什么？我相信在你的脑中一定呈现，他会侵占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家庭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
学生的学业等等，特别是我们身上的健康，我们的社区，甚至于我们的国家。那牧师想要提醒我们一起思考，那么你被侵占了什么吗？你被侵占了什么？那么撒旦在你我身上得胜了什么？哪一方面我们被撒旦得胜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1、2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这里很清楚，撒旦阻挡了保罗，阻挡了我们，撒旦阻挡了他。保罗在传福音，我们可以说他在福音的战场，他是打赢的仗远多输掉的，但是他是人，撒旦还是成功的阻挡他的计划。所以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思考。撒旦虽然做了许多神未必许可的事情，但是神会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再一次因着这样警醒起来。所以求圣灵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守望祷告抵挡撒旦的计谋。我们一定要守望祷告，才能够抵挡撒旦的计谋，才能够得胜。所以在座的我们的富强弟兄姐妹们，保罗他是一个传福音的战士，但是他也因为这样受到撒旦这样子的阻挡。那我们呢？我们一样的会在许多方面碰到撒旦的诡计，我们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当我们在11月份进入荣耀收割期，牧师真的要再一次呼吁我们，要警醒守望，好让我们在抢救灵魂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战胜撒旦一切的攻击。教会的复兴也因为我们大家的同心合一，守望祷告，教会复兴来荣耀神。我期许我们下个礼拜继续的来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警醒祷告当中，求神来保守我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会受到攻击。我们当如何在神的保护之下，求神来带领我们胜过撒旦的攻击。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参加我们的那个布告栏的那一章，禁食守望祷告，来守望我们的家庭，守望我们的工作，守望我们的社区教会，守望我们的所有的你跟神特别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守望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带领更多人来悔改。在台湾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迷信，也因着很多人愿意起来为主征战的时候，台湾百姓的平安、认罪悔改归主的，必定从神得到他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来，让我们高举双手，我们高举双手，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旌旗，我们更多的敬拜他，来战胜所有的攻击。高举双手，向主歌唱，勇过战胜，再来君王，主耶和华，你掌管我的高举双手，高举双手，向主歌唱，勇过战胜，再来君王，主耶和华，你掌
更多的呼求，我们来呼求赞美永活真神，由他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来掌管我们的家庭，高举双手，更多的来掌管你的工作，学生的学业，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教会。再一次举起我的双手，来高举双手，向主歌唱，永活真神，再来君王，主耶和华，你掌管我求神来掌管我们的心，高举双手。求圣灵帮助我们来认清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小心。我们常常陷入骄傲自义，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警醒，愿意起来成为一位守望者。再一次的邀请大家，我们参与21天禁食的祷告。每天的中午，你为了个人跟神的关系，为了家庭、婚姻、工作、健康，你的服事，为了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子同工们等等，在你的感动当中，你就为这些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向你呼求，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无论是家庭关系，无论是健康、教会的事工，主啊，特别为我们的长子同工来祷告，主啊，他是我们的领袖，主啊，他们的健康，主啊，求你来看顾，主啊，求你的医治大能在每一位的长子同工上面，主啊，求你来保守，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主啊，此时此刻的需要你，求你的大能在这当中来看顾我们，怜悯我们。再一次来向你呼求，真的是求着主的帮助。在教会的服事，全知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慈爱的光照，使我们认识自己内心的黑暗。求你再一次透过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使我们能够常常查自己，需要回到你的面前，才知道自己的软弱，才知道自己的需要，才知道我们必须来到神你的面前，与你建立紧密的连结，
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时刻靠着圣灵提醒，帮助我们警醒祷告，使我们的灵得苏醒。亲爱的主，我们富强人在你的面前齐心恳求你，愿你的恩典降临富强教会，帮助富强人，迎着你的爱，每个人都领受你的怜悯慈爱，直到永远。我们奉耶稣的圣名宣告祈求富强人的健康、家庭、工作以及信心之路，求你一一带领光照，信靠你，心欢喜，灵快乐。天天上主的恩惠慈爱跟随富强人，也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道路得到主你的同行，我们能够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大能来宣告，我们所到之处，你的恩惠慈爱为我们降临。我们呼求医治恩典临到身体软弱疾病人的身上。我们再次的祈求上主我们的神啊，眷顾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工作。我们恳求你更多的保守，平安亨通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高举双手。高举双手，向主歌唱，永活真神，再来君王，主耶和华，你掌管我。我们感谢神掌管我们的事。高举双手，向主歌唱，永活真神，再来君王，主耶和华，你掌管我的心，掌管我的心，你为我无别神，也没有别的爱慕，你显我去做，往上无限的生命。是的，亲爱的父神，以你的圣名，让我们将一生摆在你面前。神啊，我们的富强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大家彼此关怀，彼此服侍，彼此激励，也彼此来互相扶持，跟随你的道路，来见证神美好的恩典，一起传福音，见证神的救恩。主啊，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儿童、青年、壮年、老年人，无论是男女，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是你捧在手心的。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被你所保护，被你所遮盖。神啊，我们每一位富强人彼此的关怀，会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请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像一家人，大家的关怀度更高，
彼此的代祷更高，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要显现你的大能、你的神迹奇事、你的医治、你的释放、你的保守，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美好的大家庭，也让我们因为付出我们祷告的代价，付出祷告的一个神的产业跟恩典，我们就看见神的大能跟祝福在我们当中显现。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祷告会，让这个祷告会的心灵一直持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请坐。谢谢我们的同工，谢谢我们每一位敬拜的服侍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礼拜五在这个时刻将时间摆上，跟神有密契，一起交通。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从祷告会当中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在进入11月、12月，就是我们的福音的季节，也是见证神恩典的季节，更是一个抢救灵魂的季节。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努力一定会有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可能那个成果会流失，或是没有办法达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你在第一线，或是在参与者，我们都一起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我们的福音主日，一起献上祷告。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心力，是你们是玩真的吗？你们是真正要付出吗？还是只是一个事工的活动过了就算了？神会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举起祷告的手，一起同心祈求，神要在我们当中显现神迹奇事，显现他的大能，显现他的祝福。我们为已经有10多个 base 已经签名要受洗了，我们求神真正掌管保守他们。我们期待今年能够更多的人，因为有的还在邀请当中哈。好，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第一个我们从下个礼拜13号还有20号有两场礼拜都是我们的那个福音主日哈。那我们已经发了这样的邀请卡，期待大家能够邀请更多的，不是 base 的而已是你平常的好朋友，就邀他们过来参加哈。有这个游命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个曹牧师哈，我们的曹永山牧师我昨天跟他们联络的时候，他说师母也要来讲一堂了哈，等于是曹牧师跟师母各讲一堂哈，那就更丰富了哈。期待大家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带领朋友来到教会参加这个聚会。好，另外有几个消息也提醒一下。第一个是我们下个礼拜五我们要提前做一个点灯礼拜，就这个时候礼拜结束，我们就到楼下去，大概10几分钟，我们的小组还没有散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点灯的感恩聚会哈。到楼下来哈，我们这个圣诞灯已经装修好了。那刚刚谢牧师有提到我们荣耀丰收的禁食祷告会，其实是从礼拜2就开始了，11月1号，那到21号。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你随时都可以加入哈。你一个礼拜1天的一个午餐，或是要2次、3次，看看你的作息你的体质适合，你就加入哈。那我们到21号做一个祷告会。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关这个圣诞聚餐的事了，我们已经报过好几次，但是有一个需求，就是说，请各单位或是你同工哈，你有这3年来，我们是用在圣诞节的那个晚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影片来呈现这3年来在疫情之下，我们得神的保护跟带领，能够顺利走过来。如果你各单位有团体的、个别的有好的照片，我们周报这个礼拜的周报会有一个共同的云端的储存的地方或是我们小组里面会有播上去你就
把它丢上去，由我们同工来做一个整理跟筛检哈。这个需要大家一起协力来完成哈，好不好？我们这个各样的影片啦，我们这3年来有什么特别的聚会啦，或是团体啦，都可以参加哈。有2个代祷哈，第一个是我们的保罗牧区明天哈，他们要到那个茂林，对不对？茂林，他们不是去玩哦，他们要带领 Best 去走一走，希望能够再鼓励他们来受洗哈。我们为我们的牧区，他们要旅游出去，一切都出入平安哈。另外，我们是教会的怡婷姐妹的爸爸哈，郭正雄弟兄日前过世，明天要举行告别式，也请我们为这个家庭祷告，求神的安慰跟扶持跟他们同在哈。好，我们要准备开始小组了，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来，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感谢主。耶稣爱你。